请咱闭慢咱的心。宣调，我着带什么来招群上主？带什么来敬拜至悬的上帝？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来吟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同心压头来祈祷。疼痛的爸，恩典的主，阮要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予阮众兄弟姊妹伫透早会当来到主你的圣殿，谦卑恭敬来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敬拜。今日是青年主日，阮特别为着青年来祈祷。伫咧青年的阶段，面对着未来发展种种的选择，学生要选择学校、选择科系，社青要选择要食什物款的头路。主啊，未来的路阮真歹暗算，但是阮相信主，你会引带阮，互阮会当学习倚靠主你的权能。互阮会当大声寻求主你的旨意，你着的确要引带阮的道路。主啊，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会当享受主你的救恩。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是成做一个基督徒，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会当伫众人的中间，成做主你美好的见证。互阮身躯边的人会当透过阮的行为来认捌，搁较有兴趣要来认捌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救恩。主嘛恳求你帮助阮，伫即个变化足紧、变化足济的时代，互阮会当搁较牵调伫主你的圣经的真理，互阮会当学习什物款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恳求你，互你的话语会当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嘛恳求你带领今日的整个的礼拜，互阮会当透过诗歌、透过信息来领受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互阮会当听见主你的声，听见主你的呼召，而且会当回应你的听。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请傅云来为阮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2篇，就是诗篇第40篇。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尊叹。接续，请白信佑弟兄来为咱读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伫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1节。上主甲撒母耳讲：我已经击杀扫罗，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王。你袂为着伊忧伤偌久？你用油甲角倒好满，准备出发。
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我伫你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撒母耳讲：我若通去，扫罗若听到会杀我。上主讲：你带一个母的牛仔去，讲你要去献祭予上主。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我要指示你应该做的事。我甲你指示迄个人，你着替我甲伊抹油做王。撒母耳照上主的话去做，去到伯利恒，城内长老拢皮皮带出来，迎接伊，讲：你敢是带平安来？伊讲：是带平安来。我来是要献祭予上主，你着洁净家己，甲我做伙负祭事。撒母耳就甲亚西甲伊的囝洁净，然后请因参加祭事。因来的时，撒母耳看到以利亚，心内想：徛伫上主的面前，这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毋过上主甲撒母耳讲：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汉。我拣的毋是这个。上主咧看，无亲像人咧看，人看外表，上主看内心。后来亚西叫阿比拿达对撒母耳面前行过。撒母耳讲：上主嘛无拣这个。亚西阁叫三马经过。撒母耳讲：上主嘛无拣这个。亚西互伊7个囝，拢对撒母耳面前行过。撒母耳甲亚西讲：上主拢无拣因。撒母耳阁甲亚西讲：你的囝兼拢伫遮。伊应讲：还有一个煞尾囝，伊即阵咧饲羊。撒母耳甲亚西讲：你找人去叫伊来，伊还袂来，咱无要坐倒。亚西派人去叫伊来，伊红高赤赤，目睭有神，生做英俊。上主讲：这个就是你甲伊抹油。撒母耳就伫大毕遐的兄哥面前用角内的油甲伊抹。对迄日起，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毕。撒母耳就出发倒去拉玛。今仔的圣经读到遮。接续请社青学青团契来为咱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歌叫做拣选、精选。当我正为事务忙碌，主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踌躇，他又呼召不肯放过。喜乐光明立即涌出，在我答应之时，荣耀安息加上欢呼，在我一路跟随日子，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就此炭火将我锻炼。主你拣选我是因恩怜，我拣选你是为长远。
见虽有恨同大路，众人蜂拥积极营求。只是我心早有所属，让他们去尽力占有。主，我已经蒙你身边，专以为神用途。你手掌管我的一切，使它全部用在心路。一人不能是两个主，要神又要世界赏赐，不是保留就是庆祝，相告只能枉费一次。主，你对我乃是真爱，不会爱你不该，让我天天向你表白，为你配得我名我爱。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就此炭火将我锻炼。主，你拣选我是因恩怜，我拣选你是为长远。我再次筑起奉献的祭坛，就此炭火将我锻炼。主，你拣选我是因恩怜，我拣选你是为长远。这一生岁月看似无稀奇，竟是把地连接于天。主，你的笑容使我欢喜，定睛奔向永世冠冕。接续请张敦雅成学生来为咱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竞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知影昨昏教会真热闹，因为足侪活动。昨昏嘛有一个活动叫做香膏人生，伊是但以理学院一个活动来伫教会来遮办。我昨昏有看到一个足趣味的一个情形，就是我有看到有一个姊妹伊咧分享讲，伊是也未信主哦，也未洗礼。伊是第一届来到教会，伊分享伊是安怎熟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伊这老师是对伊足好的，伊讲伊拢毋捌看过有遮尔好的人，所以伊就伫遐分享讲基督徒真诶足好的。我来想讲，伊也毋是基督徒，上帝就使用伊，为伊做见证呢。伫足侪也毋是信主的人的中间，伫遐做见证。咱遮的基督徒，上帝一定会透过，一定会使用咱，搁较会使用咱来为伊见证，敢毋是？对无？好，所以咱是有福气的人。咱今仔日的正道的大声，咱先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教会是一个足水的厝，会当伫遮做伙大家服侍。今仔日是青年纪念主日，嘛看到侪侪青年献上因家时间伫遮来练台语来伫遮用台语来服侍。主啊，求你
特别来开阮的心，互阮今仔日会当听见主你对阮讲的话，阮会当领受，嘛会当搁再一届来回应主你的听。阮安尼感谢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啊，危险啊！上帝竟然要撒母耳去鼓励另外一位王，而且撒母耳若安尼去做，伊就会有性命危险，伊是不得已的，因为上帝已经击杀扫罗王啊！伊早就伫亚瑟囝的中间，要拣一位要代替扫罗。为什么撒母耳会有危险呢？因为咱来想，扫罗若知影撒母耳要去鼓励另外一位王，就代表伊的位会互伊的位会有人取代代替。伊心内是毋是会气撒母耳？有可能会对伊不利啊！撒母耳伊一向拢真听上帝的话，伊伫细汉伫圣殿伫服侍的时阵，上帝就叫伊的名。撒母耳是遐尼单纯，就来回应上帝。请讲，你的奴仆咧听。后来，上帝就竞选伊成做以色列的先知。了后，百姓就要求撒母耳，百姓要求因讲，要为因来立一个王。因讲，阮阁无亲像别国来设立君王，统一治理以色列，安尼就会看到家己的国家灭亡啊！若无君王，哪有可能会当甲外国来抵抗呢？上帝就回应以色列人，为因立一个王，甲因统治。撒母耳遵照上帝的旨意，来鼓励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扫罗受鼓励了后，伊第一个任务就是甲别国征战。以色列战争进前，拢有一个规矩，就是因有一个规定，就是因会先呼求上帝。扫罗知影献祭是祭司的工课，毋过伊煞无照规定代先撒母耳去献祭。这个行为，互撒母耳对伊非常失望。后来，当撒母耳对扫罗传达上帝的话的时阵，爱伊去拍败亚玛力所有的一切，伊煞出在百姓保留遐好的羊、牛仔囝，以及一切所有好的物件，毋肯甲伊灭绝。扫罗安尼是因为百姓要用遮的动物来上帝献祭。所以撒母耳煞落伊来回答伊讲：上帝欢喜的，敢毋是人听伊的话？上帝欢喜的是人听伊的话，赢过烧化祭甲祭物。扫罗听百姓的声音，伊听的毋是上帝的声音。撒母耳是气噗噗，伊就甲扫罗讲：你哪会遮糊涂啊？上帝已经立另外一位更较好的人啊！撒母耳对扫罗讲：既然安尼，上帝击杀你啊！上帝国以色列内底，以后无国有你这个人。上帝国里的王有一个大生的任务，迄个任务就是爱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毋过看起来，扫罗已经偏离一条正路，上帝对伊是彻底失望啊！这件代志，互撒母耳真伤心，伊就真伤心，流目屎。这时阵，上帝搁较一摆对伊讲话：你要为扫罗伤心忧伤偌久？你用油，甲你的角添好满，准备出发。我要找你去到比利行亚瑟遐，我伫伊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撒母耳知影危险啊，危险啊！伊对上帝回应是：我哪会通去？我若去，扫罗一定会甲我杀。上帝知影有危险无？
这代志真危险对无？啊，毋过伊早就想着方法，伊爱撒摩尼照着献祭来去找着迄位伫要受膏立的王，而且要请伫遐做以色列王大卫的爸爸亚西做伙来献祭。代志看起来亲像无遐尼困难吗？敢真诶无遐尼困难吗？啊，困难诶伫后壁。撒摩尼就照上帝诶话去做，伊就牵一只牛仔囝来到伯利恒，来迎接伊诶是遐诶长老。因逐个人诶面拢真歹看。因讲：你是带来救助，还是你是带来审判？为什么长老会惊撒摩尼？原因是有可能是因为撒摩尼伊是先知，咱知影先知会讲会传达的是上帝的话。上帝有时阵甲咱讲的话，毋是透过先知讲的，毋是祝福，有可能就是咒诅。所以因就会问，因就甲撒摩尼问讲：你是带来祝福吗？撒摩尼就甲因讲：是，我是带来祝福，是平安和平。我来是要来耶和华献祭。和平也是平安，对遐个长老来讲，拢是祝福。撒摩尼就要求亚西甲伊个囝，拢分别做圣来献祭。因逐人一个经过撒摩尼的面前，撒摩尼看到，心内咧想：啊，应该就是这个，应该是我看到这个，应该是以利亚吧，应该就是伊，上帝应该就是要鼓励伊啊，来选择伊来做王啊。因为伊汉草看起来真好，真悬大，上帝一定是拣选伊。因为咱知影扫罗嘛是有共款的形象，扫罗嘛共款真悬大，汉草真好。所以撒摩尼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是拣选这个哦。咱是毋是有时阵做代志嘛会亲像撒摩尼共款，拢会靠咱家己传统的观念，以及即个外界人的外貌、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立王，阮知影立王就是设立国王，是一个国家的代志。撒摩尼照传统的标准，认为身材较悬大的是较符合做王的条件。我的妈妈嘛亲像，嘛捌亲像撒摩尼共款，伊嘛照家己的观念去做代志。伫还未信主的时阵，伊每一届拢靠家己的想法。伊过去，伊做每一项代志进前，伊袂去找求上帝，伊拢会想讲：我身体遮无好，遮疼遐疼，啊，我著来食健康食品。医生咧甲伊讲，你着爱来转来回诊的时阵，伊人无咧听，伊想讲我要靠家己就会当好起来。毋过就一届，伊破病的时阵真严重，甲医生已经开病危通知书啊。迄阵伊的妹妹已经大生伊信主，就甲伊讲：你一定爱来信耶稣，你爱求耶稣来甲你医治。伊就伫真诶。无法度真拄着人生上困难的代志的时阵，伊就伫遐开喙甲上帝祈祷。尾后，上帝就医治伊，互伊会当脱离迄届的危机。对迄届了后，伊就对上帝有信心，而且伊真珍惜家己的健康，而且是国卡疼上帝。伊嘛定定会敲电话来为我祈祷。我看伊信主了后的改变真大，伊定定咧坐迄富康巴士去回诊的时阵，伊拢会甲伊的司机，也是伊的病友传福音。伊的司机定定落来讲：你莫甲我讲遐个。毋过阮妈妈是足有耐心的，一直甲圣诞节的时阵，每一个护士，也是伊的坐车顶面的遐个朋友，伊拢会为因做一个福音的礼物。内底有糖啊，内底有一个经文卡。伊大概做拢是做60分，我看伊拢伫遐包一包安尼。有时阵我若去，我拢会甲伊斗相共做伙包。伊讲，因为伊遐个朋友拢也未信耶稣啊，所以咱
我的妈妈改变，伊的改变，互我感觉上帝，你真的是要甲人的观念无共，真的是听人祈祷。当撒摩尼靠着伊的传统，迄个传统的观念，伫要鼓励新的王的时阵，上帝就随时甲伊讲：“小等一下。”撒摩尼看以利亚的身材悬大，伊对甲扫罗比，伊是身材是真好，汉草真好，高强大汉的人。第70讲，上帝对伊讲：“你等一下，你毋通看伊的外表呢，身材大汉。毋过我拣的毋是这个。上主看人，无亲像人看人。人看外表，上主看内心。伫世间人会按眼光来看，撒摩尼伊敢有做毋对？伊亲像敢有做毋对？咱嘛会想的，有时阵咱嘛会用咱人的角度、的观念来看人，敢毋是？咱会想讲迄个高富帅啊，我的以前我咧列迄对象的清单的时阵，我拢安尼甲列时，我要高富帅，我嘛要就是身材个身高要175以上，我嘛无160，我就要伊175以上，无挂目镜，我挂目镜，我伊无挂目镜。我来咧想讲，我应该迄个应该是较缘投的对无？咱拢安尼想。若你若是头家，要来应征你的头路的迄个人，一个较缘投，一个生调真普通。你感觉即两个你会选倒一个？系啊，头前的迄个嘛，也未问伊问题，你一定会想讲即个外表即个生做较好，可能会门面较好，对无？所以其实撒摩尼伊嘛无毋对呢，毋过伊是用传统的观念来看人。只是圣经甲咱讲，上帝伊看到的毋是外表，是看内心。那么上帝要看咱的内心，要看咱怎样的内心，咱等下就知影。我的妈妈伊信主了后，伊捌陪伴我传福音，互我一个国校的同学。我的这位同学，伊伫班上将来都毋是一个真特别的人，伊的成绩拢是吊车尾。我就咧讲，我甲伊两个人吼是牛唱边无尾啦。我最后一名，伊嘛最后一名。阮拢大概拢咧毋使比第一名，阮拢咧比最后一名的。因为伊出世就是伫较弱势、较无遐尼好的家庭内底，伊就定定受同学的欺负。我嘛捌看伊无起哦，毋过伫我信主以后。我就知影讲，上帝伊互我来认捌伊，来竞选我。伊毋是因为我成绩偌好，毋是因为我是毋是有人际关系偌好。伊竞选我是因为伊疼我，是因为上帝，因为看到我的内心，看到我是一个想要来相信伊的人。我就想要甲这个福音传互伊，因为我知影上帝嘛疼伊。伫旧年的圣诞节，我忽然接到伊的电话，伊请我为伊工课来做伊的工课代志来祈祷，阮就做伙祈祷，伫电话内底祈祷。最后，伊就顺利找到伊要爱的工课。伊真正经历着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伫今年的一开始，伊甲我讲，伊伫蒲公英月刊，咱知影蒲公英月刊有出迄一种内底有写着耶稣一生的故事的册。因为看到迄本册，伊就受感动。伊看到耶稣是安尼为咱出世，为咱定十字架，为咱死过活。伊就想讲，伊嘛想要耶稣成做伊的主。我就带伊，伊就敲电话来，甲我讲即件代志。我就带伊做决志祈祷。伊嘛选择伫今年的过活节迄天来洗礼，来受洗礼，成做伊家族第一个基督徒。虽然伊的家庭较弱势，毋过上帝看人无亲像人看人，伊无看伊的外表，嘛无看伊的成就。
上帝看的是伊的内心，拣选伊诚做上帝的囝儿。这就互我想到，亲像红仔册内底的一个故事，大家拢知影，有一个故事叫做迄个灰姑娘嘛。那伫灰姑娘内底呢，王子就派人去找会当穿迄玻璃鞋会当穿的落姑娘，伊要找迄个正做伊的公主。伊就派人来到一个人的厝，灰姑娘的两个阿姐，拢想要试穿迄个鞋啊，毋过安那穿安那甜，安那都是穿袂落，对，都是穿袂落。两个阿姐拢安尼相济要穿，都是穿袂落。毋过迄兵丁就问讲：恁内底敢还有别人？迄兵丁真厉害哦，伊会想讲，内底敢还有别人哦？伊会想内底应该还有人哦。因就请迄个扫涂骹的迄个妹妹，迄个灰姑娘出来。伊出来一试安那，拄好，对。所以灰姑娘就是迄个王子咧找迄个姑娘。当亚瑟囝一个行过。撒摩利拢讲，上帝来甲撒摩利讲，毋是这个，毋是这个，嘛毋是这个。撒摩利对亚瑟讲：你的囝敢拢伫遮？你内底敢还有人？还有一个上细汉的啦。上细汉的咧创啥？上细汉咧顾羊啊。亚瑟讲：撒摩利，亚瑟就安尼讲，伊上细汉的迄个咧顾羊啊。撒摩利伊派人去将迄个上细汉的囝，甲伊叫转来，因为伊才是上帝要膏立的王啊。大比甲灰姑娘有一个共款的所在，就是外表拢无互人注意到。大比是顾羊仔的，灰姑娘亲像查某囡仔共款，也毋过因拢有一个甲别人无共的所在，就是因的内心。灰姑娘是真善良，大比是忠心佮勇敢。伊为着要保护羊群，就好哈气，抬丝狮啊！伊对交付互伊的人，交付互伊的工课，伊的产业是尽全力去甲伊保护。伫旷野内底，做工课的时阵，伊嘛定定弹琴，伫遐学老子，对吧？所以伊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伊嘛写诗篇，咱来人看会出来讲，大比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大比转来就行到亚瑟甲撒摩利面前。圣经讲伊红膏赤赤，目睭有神，生做英俊。上帝讲，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就爱甲伊抹油啦。撒摩利就用伊的角内底的油甲伊抹。我相信大比甲伊的阿兄即时阵安那跌破眼镜对吧？一定拢毋敢相信。对迄个开始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比。后来大比嘛成做以色列的王，是一位合上帝心意的领袖。上帝拣选甲咱会想的无同，在座的每一位，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毋过咱嘛有可能会怀疑，上帝敢是我？我敢会使伫台前，我敢会使伫一群人的中间来为你见证？我敢会当传福音，互我的同事？我敢有法度传福音，互我厝内的人？咱感觉家己真微小，无能力。也毋过上帝煞甲咱讲，伊看的是内心，毋是外貌。只要咱的内心有真心靠无上帝，咱的内心会当，伊上帝就会当使用咱。伫圣殿内底的撒摩利，以色列的王扫罗是出身伫较细的支派，阁有大比，伊是较年轻的。内心伫上帝目睭内，阁较重要。当扫罗的心变伊无顾听上帝的话，
上帝就另外竞选一位王。所以咱来努力来保守家己的内心，互咱有仰望的是啥？信心甲咱伫地，伊会教咱啥物是好，啥物是上帝喜意的代志，啥物是咱应该避免莫去做的代志。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在做任何关键决定的时阵，咱拢需要来倚靠上帝，而且伫咱所做的工课顶面，咱有一个好的态度，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咱拢毋知影上帝竞选啥物时阵会临到，也毋过咱知影。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原咱会当学习无看人的外表，学习上帝看人的内心。我的同学，伊是伊嘛算是世界其实无介意的，也毋过上帝选介意伊的心来甲竞选。原咱的拢会当伫较细的代志顶面，来中心，上帝就会竞选咱去做搁较大、搁较水的事。安尼，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主啊，透过经文，阮会当学习到主你要教示阮的话。主啊，外表拢毋是上重要的。主啊，只有内心是主你所看重的。主啊，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深知影上帝你的旨意，会当遵循着你的话去行，嘛，当阮咧看别人，也是看家己的时阵，拢会当用上帝你的眼光来看。主，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续接，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第444首。主，你调明河顶青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继续徛咧，用信仰告别来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
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接续请牧师来主持圣礼典。请来唱圣诗481首。这首诗歌是讲伫咱共有一个主，共有一个上帝，咱对上帝领受共一个信心，就伫上帝内面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今仔日咱来领受这个圣餐，咱是表明咱都是上帝的百姓，拢是伊的身躯百体中间的一体。然后，咱就彼此相听，合一的关系。表明主的死，是到伊过来。就主要所基督互咱买迄一面有地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先感谢上帝。主，阮伫遮设立几甲饼，是表明主要所基督，你身躯为着阮下汗，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凡有份伫你的救恩，我来承认你是阮的主。透过这个八角饼，每一遍当我领受的时阵，就八角饼所表明上帝疼，伫我内面有亲像神，日日会当更新这个疼，体会这个新的疼伫我内面。透过今日我领受这个八角饼，恳求上帝，你的神。也将十字架救恩表明的疼，启示伫我的中间，祈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丈夫，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丈夫，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要所祈祷，含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是，就惊安尼来纪念我。
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成了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三甲来领受。做完了后，这个八角饼，咱请你透过圣事启示还原的。这八角饼所表明，主要所基督救恩的伟大，也个表明上帝透过主要所基督牺牲流血，是原了最最的一阵拯救我所表明的。是话，透过这个八角饼。我知，原是主要所基督，你的身躯一体，彼此合一，彼此相像。但伫你的身躯内面，原彼此服侍，来服侍我的教会头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八角饼，安尼这个疼激励我每一个人献上家己。愿你的八角饼。常常启示阮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祈祷告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煞接，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请奉献的当工。献上微薄的金钱作为奉献，愿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请坐。
煞接请许可轩执事来为阮报告。那我们一起来看本会消息。好，今天是青年主日，那感谢就是青年们一起参与在礼拜的服事。那下周的话是母亲节感恩礼拜，会是联合礼拜。然后主日学会参与在母亲节的庆祝活动，然后他们特别会在当天会有一个打卡墙，那也欢迎大家邀请就是妈妈还有家人可以一起在楼下拍照。那当天也会有母亲节的礼券。然后第4点的话，妇女团契在本周3会举办金山的一日游，那愿上帝保守他们的出入平安。第5点的部分是幸福小组第3期的福音活动已经开始了。那雅歌小组是在下午会有下午茶的幸福小组，那时间是2点，在607教室。那欢迎慕道友可以一起来参加，或你有认识的慕道友，也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那好所在幸福小组是在礼拜2晚上7点，会在生活美学室内设计。第6点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礼拜6下午2点到3点半，在1楼已经有很多人来参加，就是认识现代台语圣经的课程，是梁淑慧执事来为我们就是上课。那也欢迎就是对台语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来。第7点，我们新竹区的 Maybe Good 的营会预定在8月3号到5号在圣经书院举行。那我们参加的小朋友的话是升小2到升小6或6年级的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那我们报名6月1号之前就是有早鸟的优惠价，那6月2号到6月30就是也可以报名。那如果提早报名就是额满的话，我们是120名，那就会先截止。那旁边有一个 QR code， 它是一个就是报名的表单，大家可以扫这个 QR code 上面去报名。那第8点的部分是，还有就是2022年没有领取个人奉献证明的，可以洽玉山干事。那下周母亲节礼拜，请预备的请同工预备。那肢体消息大家请自己来看。今仔日真感谢咱青年遮的兄弟姊妹来参与咱台语的服侍，因为台语是有够标准的就对啦吼，所以听了足欢喜吼。所以因这青年要起来讲时，嘛小可我啦吼会紧张，讲我这台语毋知知，非常的标准，所以非常欢喜啦吼安尼。这有一个机会，就是讲咱参与这个这个台语的服侍，这是非常好的一项事哦。昨昏呢，咱教会非常热烈。其实伫咱教会拢总有超过4场的聚会，包括中会照咱的所在所办理的活动吼。所以咱对安尼下晡到暗时吼，咱做对早起到暗时，咱做这些活动，嘛有真好这个见证啦吼。台语的课程吼，虽然即摆已经第4遍，但是咱嘛真鼓励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每一遍我来上，拢感觉足趣味安尼。虽然台语已经足熟吼，但是咧上了足活泼的安尼吼，所以迄个课程我感觉讲安尼上真欢喜。伊会介绍一寡咱过去即个台语的一寡历史所以知影伫过去咱台湾伫较早期可能差不多日本统治的时代，还是宣教士来到台湾了后，差不多迄个时阵白话语的台语普遍。无论伫即个报纸，无论伫咱的社会，伫即个广告，看会到，拢总是用白话语咧写，所以这是真普遍一项事。我知影讲咱白话语其实呢真早就伫台湾这个所在真流行，过去阮咧幕后会时嘛，常常看到一寡较年长的兄弟姊妹写一寡批，还是写一寡话互牧师，拢上白话语。因要读册，但是做到写这个话，安尼吼，所以咱来上时呢，会当明白这个事。还佫有一寡课程呢，还佫有一寡互咱这方面一寡知识吼。后礼拜咱欢迎兄弟姊妹倒转来。如果咱是即个电脑视讯咧看吼，咱真欢迎兄弟姊妹伫即个母亲节爱当来参加咱个礼拜吼，带囡仔做伙过来来庆祝一个母亲节的一个联合的礼拜。
伫咱教会中间嘛有一个幸福小组参加的遮的朋友，安尼有来参加咱礼拜，非常的欢迎。咱拜四，就是顶礼拜四有一个蔡依伦姐妹咱举行伊的个别的礼拜，这个蔡依伦姐妹伫伊后来癌症末期的时阵，伊来咱的教会说咧，家己要来，安尼伊拢参加咱的妈咪宝贝小组，所以呢，咱的小组嘛是安尼带领真侪人来信耶稣基督。迄天咱的妈咪宝贝小组参与做这服侍献诗，所以会当感受到这个妈咪宝贝内面因的感情非常的深安尼。所以这蔡依伦姐妹迄天个别礼拜真饱的所以有一个因的同事来参加了，讲我第一遍参加咱的个别礼拜，毋知遐尼慎重遐尼好给他很大的震撼安尼。所以我想呢，这也是透过咱的这种的个别礼拜，兄弟姊妹参与，然后有一个真好这会见证的这个机会也感谢咱的敦雅神学生当伫咱这中间实习安排互伊这个讲道的一个训练机会安尼所以这是学校要求就讲神学生伫你遐爱安排互伊一个讲道的机会所以伫遮真认真的学习伊伫遮实习到6月底安尼所以咱就非常多谢伊啦到时咱会好做一个真好这个安排反送。5月20伫咱教会有一个灵修的操练这是对迄个中会的中级的训练但是你毋是中级嘛无要紧，咱就有迄个在场优势安尼，比如说着咱的你就来参加所以这灵修的操练是对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拢有真大的帮助信用所以拢尽量来参加。有几场遮的训练会拢伫咱教会来举行所以咱把握这个机会来参与补充报告到遮。煞接，咱来吟祝福册恳的诗歌。吟诗煞，请黄牧师祝祷。圣诗第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起立来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